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但愿荣耀归于父子圣灵，父子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无穷尽。阿门。请坐。其英文在路加福音第1章46到55节，在新约的62页。由我来起，会众来应。我心尊主为大，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怜悯敬畏他的人，他用膀臂施展大能。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饥饿的得饱美食。他扶助了他仆人以色列。我们一起来，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点燃第4根蜡烛，代表基督的爱。耶稣的诞生正显上帝对人类无尽的爱。来读这段起英文。在这等候上帝的降临期间，我们点燃基督爱的烛光，并恳求：求你涂抹我的过犯，纪念我向你所施的慈爱，纪念我们之求主向公道。我们为欧洲国家英国祷告，基督信仰能进入生活文化中，国家百姓更能认识基督信仰祷告。为台湾卫理公会中部教区祷告，竹山卫理堂曾长生牧师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祷告。为明年台湾总统及立委选举祷告，求神拣选合适的执政掌权者，赐福台湾人民。求上帝帮助政府相关部会，在产业对于能源、环保及公共安全做出适切的规划，为世界时局动乱、战争的国家求主施怜悯，特别保护其无辜的百姓，将和平持续临到这些地方，止息一切战乱。我们用主教导我们的主祷文来结束这段祷告，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课我们请苏品存弟兄。平安。本周第一经课于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下第7章1至11节，以至16节，于教会圣经306页。第1节起，王住在自己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视为的仇敌扰乱。那时，
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上帝的约柜反在幔子里。”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以色列的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在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以上是第一经课。第二经课于新约圣经罗马书第16章25至27节，教会圣经179页。第25节起，唯有上帝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上帝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智的上帝，直到永远。阿们。以上是神的话。谢谢品纯弟兄。读经在路加福音第1章26到38节，新约的61页。26节，到了第6个月，天使加百列奉上帝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她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上帝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上帝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聘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上帝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6个月了。因为出于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
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献诗，我们请诗班，曲目是《圣诞喜乐》。
谢谢诗班。颁奖，我们请成人主日学校长赵少文弟兄。非常感谢主哈，我们成组在上个礼拜就结束了，也很高兴这一次的成组有很多人的参与让我们的成组我相信每一个人在其中都有很多的收获那我现在这个颁奖典礼呢，我先介绍一下几位老师等一下我唱名的时候呢。因为我等一下学员也都一起上来，所以说等一下我唱到名就请大家到台前来。诗歌赏析的部分的老师是萧天一，还有王汝君老师，好，然后五小经卷是由我还有杨伟祥，还有何兆鼎另外是圣经中览的部分是我们的主任牧师，那我们就请这几位老师上台来。那接下来我们的这个学员们，我就一一唱名，也请大家一起上来，因为我们等会最后会我们的牧师会做一个祷告的林静芬、李恒爱我唱到名就请上来然后林继博、后明成姐妹李美燕。许世英、李建莹、刘慈美、何炳元、郭义婷、于嘉贤，还有郭义贤。好，那这是诗歌详细的部分，很感谢主非常多的我们的学员。另外就是五小经卷的部分。关家明、李爱珠、钟德宏、刘学训、蒋继庆，还有何兆李彩莹，还有李正华姐妹。然后圣经中览的部分是肖玉华师母。于茂林、翁立秋，还有张明德，好。那我们因为人数比较多，所以我们的颁奖现在做颁奖的部分呢，我们就请各班一位代表等一下我们会请我们的教育执事来颁这份奖那诗歌详细的部分。我们就请李恒爱班长来代为领取请那个我们就请教育指示苏毅指示。另外就是五小经卷的部分，我们请伟翔代为领取。好，那一个个先。谢谢。好，圣经中览的部分就请立秋姐妹代为领。我们希望说以后我们每一季开课的时候，大家尽量的能够要参与那我们现在就请牧师为我们做一个祝福祷告。好，
弟兄姐妹，很难得我自己也有受奖的时候哈。好，那我们就一起来为我们的成组的这些的老师跟同学，他们在这个学期的用心的学习跟摆上，我们来献上感恩，让我们一起来祝福我们的学员更加的进步跟成长，我们自己能够也被激励，也能够更多来参与这个成人主日学哈。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为所有的学员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主给他们有持续的心、不断的心，能够愿意学习成长，能够在各个课堂里面学习美好的功课，向你献上感恩。祝福我们的所有的老师、学员们，我们在学习的当中，我们都有成长跟进步，也让我们的灵性更加的成熟，让我们能够越来越成为基督的样式，使人看见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的所有学员老师在你的里面蒙恩。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我们再次的来拍手来，谢谢我们的所有的老师跟学员哈，谢谢。好，我最后也是要谢谢我们办公室为我们预备礼物，他们很用心的去采购，每一次礼物都让我们有点头痛。好，谢谢大家。好，下一个是我们的圣经速读，我们也有在下半年中也有几位是完成圣经速读的，那我们请我们的教育执事来为他们来唱名跟颁奖。好，来我唱名好了我们有几位这几位都是我们的当中的这些在半年当中就把新约读完的这几位爱珠姐，还有我们的季博老师，还有美丽姐，还有如君老师、蜜佳姐，我们请这几位到台前来好吗？半年的时间把新约读完很不容易好不好？来，那果然不一样，是红包很好，早知道就来念了，对。好，那我们就请我们的教育执事来颁发这几位的圣经速读没有考试，没有考试，没有考试，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好，谢谢。好，请回座好，你看我们的诗班的成员多么进步，对不对？这个里面就有2位都是诗班的成员好，感谢主。受洗礼，请牧师。好，弟兄姐妹，我们有在地上的受奖，但是我们也有在天上的受奖。好，那我们在天上的受奖，我们今天有几位，他们要受洗跟转入在我们的教会里面。那感谢上帝，这几位他们愿意能够来到教会的里面，能够成为我们的大家庭的一份子，在天国里面，天上都要为他们来欢喜。好，所以我们要请今天要受洗的这个家庭来献上感谢。我们要为这几位来献上祷告。我们请美雅，还有秉承跟仲宁，请他们到台前来来，小朋友来，请你们到台前来，中间站中间。好，来面对大家，面对大家。好，各位，我们要介绍我们今天要受洗跟转入的家庭。首先，我们要先介绍受洗的家庭这个中间这位是妈妈，是美雅，陈美雅。好，那我的这个左手边这个是秉承那右手边这个是仲宁。好，他们是儿主的学生。好，他们家庭很奇特，就是我们之前我有跟各位牧师有跟各位讲过，有一个家庭是小朋友带
爸爸妈妈信主的啊，就是我们的这位仲宁小朋友，他还没有这个就是上小学哦，哈，还是这个幼稚园的小朋友，但是他已经可以传福音，带领他的家人信主啊。那中间这一位是美雅妈妈，那因为教会的传统里面，小儿洗礼的话是要由父母亲来做这样的一个认信跟见证的，好，所以我们要先为妈妈来施洗啊，然后再来为我们的这个小朋友来做这样的一个洗礼，好，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在这边来见证他们的家庭。当然，爸爸还在这边呢，哈，我们也希望爸爸有一天也站上台，也跟大家一起来那个来认识哈，能够来受洗哈。好，那请你们转过来哈，请你们转过来。好，那当然我们不是马上就可以洗，我们一定要问几个问题，免得人家说我们是这个抢人家来洗的哈。我们是一定要先问好的。好，那我们这几位，包括美雅，她都是有来上过课程，有来上过这个觉知课程所以我们才能够来进行这样的洗礼。那当然，洗礼是一个开始，不是这样就结束了，它是一个学习的开始，就跟入学的学生入学一样。但是入学之后，我们有新的开始，新的学习，所以要让这个美雅跟2个小朋友知道，我们是要一起学习跟成长的啊。好，那请。好，那牧师要问你们几个问题要先问妈妈了哈。妈妈先洗完，我们再来帮小朋友洗礼哈。好，美雅，你决心来领受基督的洗，我们极表欢迎，更为你感谢天父上帝。我们祈求你今天所接受的，不仅是水的洗礼，同时是打开心门，让圣灵进入你的心中，基督住在你的心内。现在你要在众会众面前见证你对基督的信仰，表达你前来受洗的心愿。好，我会来问几个问题哈。你愿意真诚悔改，相信耶稣，因着耶稣的宝血与救赎，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吗？我愿意。好，有听到哈？好，可以再大声一些哈。好。你愿意因受洗而加入基督教会的团契，与弟兄姐妹有美好的交通，学习侍奉上帝，勤读圣经，常常祷告，热心奉献，为主做见证吗？我愿意。感谢主哈。第2个问题，他也回答是愿意的。好，我们再来问第3个问题。你愿意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在日常生活上又爱人如己，在信仰上坚持圣经纯正的真理，在生活上谦卑仁爱，努力遵行上帝的旨意吗？我愿意。好，弟兄姐妹们，我们已经听到美雅的任性，那我们现在就要为她来施洗，求上帝帮助，让她能够加入我们当中，成为我们当中的一份子啊。好，美雅，请到台前。陈美雅，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阿们。好，我们的妈妈已经洗完了，所以我们接下来要为我们的小朋友来洗礼哈。好，那小儿洗礼的时候，其实是爸爸妈妈要一起来认信的，所以爸爸，请你来到台前好吗？先转一下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秉承跟仲宁的爸爸妈妈哈。好，为什么要爸爸妈妈先洗完再洗小朋友？如果可以的话，爸爸妈妈他们先成为基督徒，然后他们帮助孩子们能够成长成为基督徒。好，所以其实他们还有一位大女儿，但是她有心愿，就是明年她要受成人洗礼，所以我们就今年先饶过她，好吗？明年再来然后我们要先为这2个小朋友来施洗，所以我们要在爸爸妈妈的见证下来完成这样的洗礼好，请2位转过来好，那我们要来为2位小朋友来施洗
圣经说，有人带小朋友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了就生气，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上帝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上帝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好，我们杰森跟美雅，其实我很喜欢他们的名字，一个叫 Jason， 一个叫 Mia 哈。好，我们要问你这几个问题，然后请你们来回答哈。好，杰森跟美雅，你们既带着孩子前来领受基督的洗礼，使他们归入主的教会，接受耶稣的牧养，就当知道你们的本分，就是当孩子逐日成长的时候，教导他们明白奉献和受洗的意义，向他讲解圣经的故事和真理，带领他进入教会的团契，如主日学、青少年团契和主日礼拜活动中，使他们遵行圣经的教训，发展完美的人格，得上帝和众人的喜爱。所以，杰森跟美雅，你们自己也在信仰上、爱心跟生活上做儿女的榜样，使他们效法你们，凡事敬爱上帝，服侍我主耶稣基督。好，现在要问你们，你们是否愿意承担这样的责任，靠主的帮助，自己也竭力尽心尽力的来尽这一切的本分呢？愿意哈。好。那我们在父母亲的同意跟见证下，我们要来为小朋友来施洗啊。好，我们先为哥哥秉承来施洗啊。蔡秉承，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将你奉献给主，为你施洗。阿们。仲宁，来，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这是水而已哈。来，蔡仲宁，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将你奉献给主，为你施洗。阿们。好，来，请在这边哈。好，弟兄姐妹。他们这个家庭真的能够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真好，能够一个家庭一起来哈，是感恩。那我们要一起来为他们来祝福祷告，让他们能够在这个所行的一切事上都蒙上帝的祝福啊。好，请你们转过来哈，为你们祝福祷告。好，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希望我们能够为这个家庭常常祷告，关心他们，如果你愿意这样的来为他们关心的话，让我们就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来为他们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今天你卑微的仆人奉你的名为这个家庭来做施洗，但愿圣灵的恩膏同时降临在他们的心中，使他们像主耶稣基督一样，无论是我们的妈妈还有小朋友，他们能够在智慧、身量、爱心上都能够更加的增长，都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好，美雅还有杰胜，请你们转过来看看哈。每一天我们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常常会关心你们，为你们祷告啊。好，我们拍手来欢迎这个家庭成为我们的荣光堂的家庭哈。谢谢。好，那当然教会有一些的我们的这个叫做身份证啊，我们的会友证书，还有我们教会的致赠的礼物要给我们的小朋友啊。我们要先请我们的执事会主席来颁给这个妈妈哈受洗证书。阿们。好。好，然后小朋友，来，哥哥，秉承。
好，妹妹仲宁。好，我们再一次的拍手来欢迎这个家庭哈。好，还有后面还有礼物。好，弟兄姐妹请坐，谢谢，谢谢，谢谢。哎，你看这个，好，要介绍一下，美燕是带这个家庭来信主的哈，还有我们的儿主的校长也来颁发我们的这个受洗的奖品。好，所以爸爸希望过不久等你啊，等你。好，来，请坐，请回座，谢谢。谢谢。好，我们另外有一位，我们这个姐妹她很特别，她受洗是在马来西亚受洗的，但是她现在要转入在我们的当中哈。好，我们要请莹蓉来到我们的当中哈。好，来，请你转过来，过来。好，好。他虽然是在马来西亚受洗，但他不是马来西亚人哦，他是我们的台湾人哈，台湾人，他是屏东人，但是他在马来西亚受一个牧师的感动，然后在那里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但是他现在来到台湾，他来到荣光堂，他决定荣光堂成为他的固定聚会的教会。那我们也向上帝献上感恩啊！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所以，如果你是在马来西亚受洗，你也可以成为我们台湾卫理公会的会友。如果你在台湾受洗，如果有一天你派到马来西亚工作，或者是你派到别的国家去工作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欢迎我们的这个地方的教会能够来接纳各位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哈。所以愿上帝祝福，在属灵上面，我们在地上有地区的分，但是在天上我们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分别。在天上我们只有一个教会，就是上帝的教会啊。所以我们现在要来接受这个莹蓉姐妹来转入我们当中哈。好，莹蓉，请你转过来。好，一样我会问几个问题，让我们的莹蓉姐妹来应答。好，莹蓉姐妹，你决心前来领受基督的这样的一个教会的这样的一个接纳。那现在我要问你几个问题。你愿意在上帝和会众面前谨遵你在领洗时所许的愿和所立的约吗？愿意。好。你愿意承认并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并效忠于他的教会吗？愿意。你愿意承认并接受在新旧约圣经中所启示基督教信仰吗？愿意。你愿意借着上帝所赐给你的恩典，应许过基督徒的圣洁生活，同时成为基督圣教会里忠心服侍的门徒吗？愿意。我们已经听到他的任性哈，那我们现在就要接纳他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我要为他来按手祷告。李英荣姐妹，愿主用他大恩护卫你，借着他的圣灵，使你在基督耶稣里真实的门徒信仰上和团契里坚定不移。阿们。阿们。好，我们一起来为英荣姐妹来祷告哈。如果我们愿意常常为她祷告，让我们就从座位上站起来，我们能够来为我们的姐妹能够转入我们当中来为她祷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的英荣姐妹能够来到我们的当中。愿你施恩帮助，让她能够被接受为我们教会的会友，能够在主里面能够忠心侍奉主，并且能够尽力的来成长他的生命，能够更加的蒙恩蒙福。愿主你施恩来看顾，让他的在教会里的生活能够蒙恩。我们接纳他成为卫理会的会友，同时也加入我们教会的团契，让我们能够借着祈祷、见证、聚会、奉献跟服务，来使我们的教会更加的健壮跟成长。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英荣，请你转过来哈。好，我们有这么多人常常会关心你，为你祷告，那我们就接纳我们的莹蓉姐妹成为我们荣光堂的会友，我们一起来拍手来欢迎她。好，弟兄姐妹请坐哈。好，我们一样请我们的执事会主席来颁发这个会友证书，还有我们的转入礼哈。好，来，请。
好，谢谢。正道，我们请蔡伟文牧师，题目是“怎能有这事”。弟兄姐妹，怎能有这事？我们圣经里面说，上帝在吃奶和婴孩的口中建立了能力，然后让这些成年人，让我们这些大人能够看到上帝的作为是何等的奇妙。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在上帝的面前，这些的小孩子，这些的孩子们，他们也有这样大的能力，可以为主来做见证。所以千万不要觉得，我不过就是一个小人物。我们成为一个成熟的大人，我们也能够来成为一个使人蒙福的人。所以一个小孩子能够让自己的家人能够信主，我们也期待我们的家人有一天能够透过我们，能够来认识上帝，愿上帝来带领我们。好，今天刚刚我们献诗的这个诗班的献诗相当的好听哈，特别是今天的歌非常的动感。当然它是一个组曲，里面有非常多的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的圣诞的歌曲。其实我刚刚有点冲动，真的想拍手哈，但是我觉得如果以后真的万一我们不小心真的拍手的话，我们就将荣耀归给上帝，好不好？不要再觉得说好像在教会里面拍手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其实我们在唱诗当中，我们拍手将荣耀归给上帝，这是好的。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可以明年的时候，我们稍微打破这个框架，让我们可以在这个诗班献诗完之后，如果我们有拍手来欢迎的时候，我们就将荣耀归给上帝啊！愿上帝来祝福。好，那开始前一样，牧师要先做一个这个工商服务啊。好，那工商服务是什么啊？请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昨天晚会就有发了。那今天我们还有，那请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拿到的，请你能够来跟我们的办公室或者是楼下索取。这个是我们今年的圣诞礼物。好，那这个东西很特别，这个叫做圣诞米香，好不好？里面是这个爆米花不是爆米花，是那个蹦米香哈，是这个紫米的米香，是我们台湾的米来做的一个米香哈。然后以前我们在教会里面发圣诞糕，好，那现在我们今年改发这个叫做米香，然后让我们能够来纪念跟看到上帝创造台湾这块土地这么样的美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农作物的生长，让我们能够更加的爱惜这块土地。好，所以这个米香你可以自己用，也可以带回去给你的邻居朋友但是数量有限所以请大家要珍惜使用。好，里面有一句话讲得很好，他说吃比受更为有福听得懂意思吗？吃比受更为有福，不是施比受更为有福。但是我们希望我们也能够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可以带回去给我们的家人或朋友。但是刚刚讲的数量有限所以顶多就是发完为止所以顶多就是一个人自己你留一份，但是你可以要一份给你的邻居朋友，但是数量有限，请我们来珍惜的使用。好，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卡片，请记得，虽然昨天晚会结束了，但是我们活动还没结束好，31号我们有一位这个帅哥牧师带着吉他要来传讲上帝的信息，所以如果我们的邻居朋友、我们的社区朋友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我们请大家能够记得拿这个单张，邀请他12月31号来到我们当中来听圣诞歌曲，或是来听这个牧师的见证。一个弹吉他的人可以玩出来当牧师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当中的，我上次讲了，希望我们的天一兄加油一下好不好？好，那另外就是给大家这个也是我们的圣诞的单张，这个也是一个圣诞礼物要给大家那这个里面有讲到基督的降生，那特别我们的办公室帮大家包了好好的，里面还有一个口罩这是我们的弟兄的爱心给教会来运用，所以我们这里面也有一个口罩在这里面，
那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单章哈，这个是叫做耶稣生命的救主，是上帝所赐的礼物。那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在圣诞节的时候可以给大家的礼物。好，那另外有一份，这个是昨天刚送上来新鲜的。那我觉得这个里面的内容是相当好的。那所以如果你的小组里面还没有预备明年要做什么样的一个读经的安排的话，这本书相当好。一件重要的事，好，这个书是让我们可以能够看到我们在属灵追求上面哪一些事情是最重要的。因为圣经里面说有一个少年官，他什么都遵守了，什么样的东西都学到了，但是呢，耶稣告诉他，唯有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的，但是这一关他就卡关了。好，那所以哪一个事情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让我们可以来透过这本书来做一些的研习。那这里每一课都有一些的讨论的问题，好，所以请大家能够来善加的使用。然后，如果你自己要用也可以哈，所以团契小组要用也可以，或是你个人要灵修使用也可以。那我们总共只有120份啊，所以请大家也是珍惜使用。那我们希望，如果还没有预备好，有其他内容要做一些来研读的小组，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来做很好的一个这个读经的内容。好，但是各位，这些虽然是免费的，但是要记得免费的才是最贵的，因为有人付了啊，有人付了，所以求上帝帮助，让我们可以珍惜这些的使用。好，那像前几天我们的林老师特别问说那这个机构免费使用，我们是不是应该要为他奉献？那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当中也有人会关心这些事情。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愿意跟奉献的话，也可以转给这个机构哈，这个上面有。那或者是请办公室来代转都可以。那我们可以让这个免费的资源能够更加的来被上帝来使用哈，因为上帝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来善用这些的资源。愿上帝的祝福。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让我们一起拿起圣经来，我们一起要来用这个读经的祷告，我们来祷告哈。好，又不见了，好，没有关系。好，我相信已经背熟了，所以已经可以了啊。好，我们一起拿起圣经，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念，请。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面，我们常常觉得怎能有这事？很多时候我们常常那是不可能的。好，请大家看一下，这个是虽然不是新闻了，但是是一个新闻的这个介绍里面讲到了有一个71岁的阿嬷拼摩托车的驾照，她不认识字，所以她花了半年的时间考几次？考7次。记得我们这个历史课程里面上过什么？国父几次革命失败，然后几次成功，知道吗？11次嘛，对不对？这个阿嬷考7次，半年考7次，所以你看她多积极，要拿到那一张这个驾照各位知道，其实有很多人他骑车不是拿驾照，拿什么知道吗？看身份证，对，为什么拿身份证？其实那很危险，为什么？像我早上都帮师母出去买早餐其实很可怕，因为有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些阿嬷或是阿伯，他们在骑车的时候很不稳，然后其实有时候常常这样骑来骑去，差一点会撞上人。所以这个阿嬷她认为说，她应该要有一张正式的驾照，而不是骑身份证的，所以她用心去考7次。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的人很软弱，为什么很软弱？因为我们常常一次失败就觉得我再也不能做了，我再也没有办法做了。其实我们需要学习这样的坚持跟持续不断。也许我们这一次失败了没有关系，下一次再来，下一次再来。所以以前有一首儿歌是教我们这样来唱的，这首歌叫做《再试一下》，有听过这首歌吗？再试一下，对，好。
这样的歌曲其实应该要常常在我们的教会里，或是儿童的教育里面，要常常让他们去学习跟认识。没有关系，失败是正常的，要再试一下，要再试一下。好，所以求上帝帮助，让我们基督徒，我们也许在灵性生活上，我们也会卡关的。好，常常我们当然要预先跟大家讲，我们的1月7号是我们的立约礼拜。好，那很多人说，我们每一次做立约礼拜的时候，一开始都很热，但是到后来可能就没有办法持续了。没有关系，虽然我们也许不一定达到我们设定的要求或标准，但是我们仍然是往对的方向走的。所以再试一下，每一年上帝都给我们重新有再一次的机会，让我们可以重新的再一次的立约。求上帝帮助，让我们在1月7号我们立约礼拜的时候，我们能够跟上帝有一个美好的立约。好，所以我们这个礼拜我们叫做将临期的第4周。好，那这一周我们点的是第4支的紫色的蜡烛。好，那请大家要记得哈，牧师曾经讲过，紫色在教会里面代表什么？悔改，还有等候的意思，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现在有4支紫色的蜡烛正在点燃，明天我们就会点第5支的蜡烛，就是中间的白色的蜡烛。好，那第4支的这个蜡烛的意思是什么？它代表的是平安。好，那另外也有人说，这个主日代表爱的主日，耶稣基督是爱，所以天上的爱来到地上的时候，人才有真正的平安。所以也许你会看到很多资料说，这一周是仁爱主日，这一周是平安主日，没有冲突，只有在爱里面才有真正的平安。求上帝帮助，让我们在爱里面能够有真正的平安。所以马太福音1章23节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与你同在的时刻，每一个时刻都是最美好的时刻。所以我们唱平安夜、唱圣诞夜的时候，要记得耶稣来带给我们盼望。圣诞节不是圣诞老公公的生日，牧师一定要做澄清哈。很多人说我们等圣诞老公公来，其实不是，你要等候的是耶稣的来。耶稣来临，那才是他的生日宴会。圣诞老公公是帮忙发礼物，但是真正生日的主角是耶稣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日的主角，他有时候会很孤单的。各位知道，生日的主角如果万一被忽略了，然后那个生日又是用他的名义来主持的生日宴会的话，其实是一个相当怪怪的一个生日的宴会啊。所以主角应该才是在这个生日宴会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人。好，所以今天有圣经里面提到有一个天使，这个天使叫做加百列。各位知道犹太人他们在信息天使的信息上面，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上帝的座前有4位天使，这4位天使是不同的任务跟角色。那其中这个加百列就是传递信息的天使。好，那另外有一位征战的天使，在圣经里面也有，叫做米迦勒，他是征战的天使。那另外有一位是叫做医治的天使，叫做那个拉斐尔就是一个医治的天使。那当然另外有一位也是很有名的，各位应该认识他，叫做路西佛。路西佛这个就是第4个这个赞美的天使，但是这个人很容易就摔下来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事当中，有时候当我们忘了主角是谁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成为那个样式。所以求上帝帮助，4位天使都有各自的任务，但是这个加百列是来传递信息的。好，那天使加百列来传递什么样的信息？我们来看到他去到那个拿撒勒的一个没有人知道或是注意到的一个女孩子的家里面去。我们来念一下28节一起念来。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好。这样的问安好像没有什么，对不对？好，各位，其实这里面大有玄机。为什么？因为天使通常不太会直接出现。如果你看到天使的时候，那一定就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好，各位，加百列不是只有出现在这里，
他在这个之前出现给谁看过，知道吗？出现有给一个人叫做撒迦利亚，听过吗？这个人是谁？他是施洗约翰的老爹啊。好，他在圣殿里面服侍的时候，居然突然间天使就来跟他显现，然后告诉他说：“你要生一个孩子了。”好，然后结果呢，这个撒迦利亚怎么样？怎么能有这事呢？好，他不信。好，结果后来天使就说什么？你就哑巴不能说话，直到你的孩子生出来。好，但是天使去到玛利亚家的时候，也是一样告诉他说：“你要生一个孩子了。”哇，天哪，这怎么办？啊，这个天使进去了。怎么办？好，我们来看一下，玛利亚说，我们来看一下34节，玛利亚说什么？34节一起念来。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能有这事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当然社会比较开放啊，所以没有太大的问题。各位知道，以前的年代里面，如果未婚生子的话，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好，不要讲太远的，各位知道几百年前，在华人圈里面有听过浸猪笼吗？啊，那个通奸的女孩子，或者是那个未婚怀孕的，通常都被丢到那个猪笼里面，然后丢到河里面去。为什么？那个叫做不贞，或者是叫做不守节的妇女。好，所以各位知道那个过去华人的礼教其实压制了我们很多。好，但是让各位更近的一点，你可以听得到有类似这样的东西。各位知道，我是单亲的家庭出身的，那我的老爹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已经跟我老妈分居了。好，然后我去上学的时候，各位知道我的老妈那时候那个时代很保守哦。好，我的老妈如果去到学校的时候送我进去，然后她都会告诉我一件事情说，不要让别人知道你是没有爸爸的孩子。听得懂意思吗？啊，在那个年代里面，没有爸爸的孩子，通常人家都会认为说他会被欺负的，他是一个这个很糟糕的孩子。你看，连爸爸都不要他了，所以以前的孩子很可怜。为什么？进到学校里面都会害怕说别人会不会知道我有一些什么。所以你要知道那个难受的地方在什么样的地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是，你要去遵守上帝的话，有时候也会有这一些的窘境会出现。上帝要你去服侍某一个事情，上帝要你去服侍某一个人，你说怎能有这事呢？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被上帝来拣选做这个事情呢？亲爱的弟兄姐妹，玛利亚就被选出来做这个事情，而且是在还没有出嫁的时候，才刚要嫁人而已，就已经怀孕了。这个在当时是一件非常不得了的事情。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了上帝的话的缘故，我们看这一位姐妹她是怎么样来做的。35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35节，这个天使来告诉这个玛利亚什么话？35节，我们一起念来。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庇应你，因此所生的圣者必称为上帝的儿子。”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刚说了，以前早期的话，如果没有爸爸或是爸爸不明确，我们通常说这个叫什么？私生子，对不对？居然你要告诉别人说这个是上帝的儿子，哇，这是一件非常不得了的事情了。你居然把事情推给上帝了。你要想象一个事情是，这个女孩子要承受一个多大的压力？你没有这个父亲是谁不知道就算，你还推给上帝说这个是上帝的孩子，这个是一件非常不得了的事情。所以真的有可能玛利亚要因为这样的缘故被丢石头打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常常讲一个事情，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服侍人家，我们给人家馒头，人家会还我们馒头，其实不见得。有时候我们服侍人家，给人家馒头，人家还我们什么？还石头回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当你愿意顺服上帝的话去做的时候，不见得回来都是好的回报哦。很多人说啊，我服侍上帝一定有好的回报，不见得。玛利亚就是一个例子，她要承受一个极大的压力。好，而且天使还特别告诉玛利亚一件事情，
它不见得这么丢脸，但是它应该是一个喜事。可是这是一个也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下36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36节，一起念来。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6个月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利沙白她的孩子是谁知道吗？施洗约翰。好，所以你这样应该就可以串得起来。施洗约翰跟耶稣应该有点亲戚关系了啊。好，但是呢，亲戚关系归亲戚关系，各位，当玛利亚去探访这个以利沙白的时候，这个以利沙白的肚子里面的孩子在跳动，然后以利沙白就被圣灵感动，他说什么？你生这个孩子的女子是有福的。他说玛利亚是有福气的，因为这个上帝的儿子要借着她来出生。所以这是一件非常不得了的事情，一个没有生育的妇女居然还可以再生孩子了，这是上帝的作为。所以上帝常常让不可能变成可能。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人常常在服事上会说：“哎呀，我不可能，这个太高远了，我做不到；这个太这个重大的侍奉，我做不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是那个微小的，上帝常常用微小的人做极大的事情。好，所以圣灵是什么？圣灵就是上帝的气息。我们看到耶稣是被圣灵感孕来出生的。圣灵在圣经里面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它是三位一体上帝当中的一位。这一位是圣灵，圣经里面的原文叫做 ruach， 意思是上帝的气息。各位知道上帝的气息相当的重要，为什么？圣经里面提到上帝的气息都是有活力的，都是有生命力的。各位知道创世纪里面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上帝向人吹了一口气的时候，那口气进到人的里面，圣经说那个叫做有灵的活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成为有灵的活人。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是活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要让圣灵常常居住在你的心中。好，所以信心是什么？信心是上帝的事实变成人的一个实际的经历。上帝的真实给了人，让人可以去经历到上帝的真实，这个才叫做信心。所以玛利亚为什么是一个信心的女子？因为她要接受一个事实，就是上帝要做奇妙的事在她的身上，上帝的事实要成为她的经历。好，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加百列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对上帝话语的这样的一个肯定。37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37节，一起念来。因为出于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出于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上帝的话出去，绝不突然返回。上帝的话出去，一定必要成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跟上帝祷告的时候，你要相信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有一个姐妹这样说：当你祷告的时候，你要期待一定有事情要发生在这当中。当你祷告的时候，你要期待相信上帝要成就奇妙的事在我们的当中。很多人常常说：我只是祷告，没有人会想到说，我期待我的祷告真实的发生在我们的当中。我曾经跟各位分享过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在马祖的时候，我们为马祖的4乡5岛祷告。马祖有4个乡5个岛，然后我们的在南竿的这个清水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说他们为4乡5岛都有教会祷告了10几年的时间。好，结果我去那里牧会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完成了在那个地方南竿、北竿，还有东引、莒光这些地方，对，东莒、西莒都有教会在那里建立起来。虽然是一个很短暂的时间，但是在那个当下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很惊讶，他们说：我们只是祷告，怎么突然间上帝就成就了这个事情？我们只是祷告，怎么上帝突然间就真的10几年，我们祷告了10几年，居然上帝突然间就成就了这个事情？
因为有宣教士去到莒光的地方，在那里2个岛跑来跑去，所以建立了2个教会。莒光那边有国语礼拜堂在那边建立，所以我们已经建立了在马祖的地方有4个乡、5个岛都有教会，在那个时候。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情，出于上帝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着能力的。好，所以我们常常听人家讲说阿们阿们，阿们到底是什么？阿们到底是什么？很多人也会笑我们说：“您这信阿们呢？阿们到底是什么？阿们是坚定的，是稳固的，是事实，是是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阿们的时候，阿们就是真的是事实。当你相信上帝的作为的时候，阿们就是事实。所以我们祷告为什么后面要加一个阿们？就是我的祷告是真实的，我真的相信这样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坚定的、稳固的相信上帝的话是真实的。好，所以所有的人都需要圣经来帮助我们体会上帝的实在。亲爱的弟兄姐妹，出于上帝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着能力的。好，我们来看一下，除了天使报信息以外，这个人的回应也很重要哈。38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玛利亚的回应。38节一起念来。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她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玛利亚的信心是什么？情愿照上帝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她不怕羞耻。服侍上帝的人不要怕羞耻。各位知道，其实有时候我们服侍上帝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要做辛苦的服侍。有时候我们服侍的时候，不是人家会给我们好的回应，有时候刚刚提到了是给负面的评语，甚至是会认为说这是不好的，或是认为这是没有意义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那个服侍不应该是我做的，或是那个服侍应该是我可以做得更好的。我所谓不应该是我做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拿起扫把来扫礼拜堂，或者是拿起扫把来整理教会，这好像有失我的身份，不应该是我做的。有时候我们反而也觉得，哇，在台上服侍上帝，当一个司会，当一个司琴，当一个在台上的重要的一个领袖，或是当小组长，或是当成人主日学老师，哇，我怎么做得到？亲爱的弟兄姐妹，知道我在讲什么吗？过犹不及都是不好的。当你太过贬低自己，说我怎么可以服侍这样来服侍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上帝的仆人使女，让上帝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如果你今天是服侍那个卑微跟微小的服侍，也请你记得，上帝帮助我，让我可以服侍这些卑微的，或是服侍这些人所不愿意做的事情。跟大家讲一下，我今天很感谢上帝哈，我们的婉莹姐妹今天很健康的在我们当中。她昨天其实制服学院刚结束的时候，她发生一件事情，她昨天出了车祸，然后在这个医院里面，在阮仲和医院里面，然后她打电话到教会里面来，刚好昨天是预备圣诞晚会，没有人有时间去照顾她的时候，她打电话来，然后我就去医院里面去探访我们这个姐妹。好，我不是说探访这个就是很伟大，不是，而是后来要继续照 X 光的时候，因为婉莹姐妹说没有人，所以我就推着她去照 X 光。然后在休息的时候，这个要用冰敷。各位知道那个，你如果是大人哈，你要人家服侍，其实是一件很尴尬跟难堪的事情。他的那个冰敷的东西放在那个膝盖上面，还要用那个套子把它套进去啊。然后因为没有人，所以谁帮他做？我帮他做了，帮他套上去。我不晓得婉莹姐妹会不会心里觉得尴尬了哈，因为她是姐妹，我是弟兄，我把她套进去。我不晓得，但是各位，情愿上帝的话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很多卑微的服事，很多微小的服事，就是像这样，你要坐在人的身上。有时候坐在明显的身上当然很好，很容易看到，但是坐在不明显又没有人看到的地方，那才是最需要去做的。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认为这个事情是微小的，认为说我不应该做，或是认为这个事情是太大了，我做不了。不需要这样。上帝的话帮助我们，
愿上帝的话成就在我们身上。所以一个人抓住了上帝的信实，就敢顺服上帝，这是戴德生的一个给我们的劝勉。当我们抓住上帝的信实的时候，我们就敢顺服上帝的带领。所以玛利亚她愿意顺服上帝的带领。John Stott 有一个很有名的话，他说：单单拥有圣经是不够的，单单读熟圣经是不够的，单单钻研圣经是不够的，圣经是要来做什么？是来遵守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你的圣经很漂亮，我这个是基甸会的圣经，我特别跟林老师要来，因为我觉得这个版本很漂亮，很好看。但是拥有圣经是不够的，如果我没有读它的话。但是读了圣经够不够？还是不够。如果你没有认真来读上帝的话，钻研上帝的话，今天有几位他们是拼了命在读圣经的啊。好，但是钻研上帝的话是不是就够了呢？不够。是什么？圣经是要来遵守的，而不是只是拿来读的。上帝帮助我们，圣经是拿来遵守，而不是拿来读的。所以圣诞节最重要的事情，要接受耶稣这位上帝所送的最伟大的礼物来给我们。这个礼物不是在圣诞树上，而是在十字架上。上帝帮助我们，这个礼物是为我们而来的。好，所以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耶稣是天父赐下生命的真光。当我们在黑暗中的时候，上帝要将真光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得着这个生命的光。所以以赛亚书说，他是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跟和平的君王。所以这个光来到世界，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觉得罪恶深重，实在自己无法解决的时候，要记得有路可以走，因为耶稣就是要将我们从罪恶里能够救出来。所以那光是真光，照亮生在世上的人。当真光照耀的时候，黑暗就退去了。所以圣诞节为什么在12月25号？因为冬至过了之后，太阳要渐渐的光越来越多，黑暗就要退去了。所以真光照耀，黑暗就离开了。第二个，耶稣是天父所赐的生命的救主。所以没有耶稣的圣诞节不是圣诞节，没有耶稣的圣诞节不是真正的圣诞节。刚提到了，圣诞节是耶稣的生日，不是圣诞老公公的生日。好，所以为我们的心腾出一个空间，让耶稣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好，那你也许会说，我们的心好像那个马槽一样，即使就像一个马槽，耶稣都要降生在这样的地方。当客店没有地方的时候，马槽是耶稣降生的地方。我们的心也许有很多烦乱的地方，但是只要你有一个空的地方，让耶稣生在那里，耶稣就要在那个地方来改变你的世界。耶稣来改变了世界，耶稣也要改变你的世界。第三个，耶稣是天父赐下的生命的礼物。所以刚刚提到最伟大的礼物不是在圣诞树下，而是在十字架上。所以只有耶稣为我们死，这个最大的礼物，上帝为我们预备这样的礼物，让我们可以脱离罪的辖制。所以圣诞节的奇迹不是礼物，而是上帝的同在。今天早上台语堂有一个弟兄提到我上个礼拜提到说，上帝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他就提到说，如果上帝看千年如一日的话，那我们的一生，假设如果是100年，在上帝的眼中恐怕只有1秒钟，只有1秒钟。但是那个1秒钟是不是有意义的，就要看我们在那1秒钟里面，我们有没有与上帝的同在。上帝帮助我们，你的每一秒、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上帝的同在，那么你的生命就会有意义了。好，所以最伟大的礼物不是在圣诞树下，而是在十字架上。那我们怎么样去得到这份礼物？就是接受耶稣基督，信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好，所以最后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的江陵圈是这个绿色的，我们的姐妹有一位姐妹帮我们做了江陵圈，但是这个江陵圈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另外一半那个荆棘的冠冕所以 this is the season, this is the reason， 这个是原因，为什么会有这个季节？因为有耶稣为我们死。好，所以当你能够得到生命，要记得有人为你献出了生命，就是耶稣为我们献上了生命，他来是为我们献上生命来的。
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将这样的好信息来带给人。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美好的礼物。我们虽然不配，但是你却给了我们，让我们也能够成为愿意顺服的人，使我们在我们觉得不配的地方，让我们能够献上自己为主所使用。当我们觉得自己不应该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也让我们学习降卑在那里，为那个地方带来美好的侍奉。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在你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会众，我们一同起立，来唱《平安夜》，在心灵粮食选161首。请司线的同工到台前来，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主赐我们日用生活所需，我们将所得的一部分献上，使用在教会事工上，求主悦纳。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一同起立。
来介绍一下新朋友，林玉龙，一次欢迎，永远欢迎。哦，是内满姐的儿子。好，好，欢迎。第二位是廖宣文。哦，一次欢迎，永远欢迎。还有一位陈宏宇，欢迎欢迎。那我们一同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第二遍的时候，我们一起彼此起立问安。会众请坐。本周主日为降临期第4主日，基督爱主日，请弟兄姐妹预备心，等候基督再临。主日后11点40分召开12月份小组长会议，在201教室。新旧教育执事、儿主及成人主日学校长各带一位老师参加教育部门讲座，在6楼大厅，请同工预备留时间参加。教会将于12月31日举办圣诞音乐布道会，邀请简一才牧师到本堂分享。那简一才牧师是吉他弹奏博士，有相当的音乐恩赐及多年侍奉经验。当天国台语堂是联合聚会，欢迎弟兄姐妹邀请福音朋友参加。本堂明年年度目标为牧养家庭，建立祭坛，请为教会在2024年新的目标祷告。明年元旦教会办公室休假1天，会堂暂停开放。那1月2号恢复正常时间，并为假期中出入往返安全祷告。依据卫理公会传统，教会将于明年1月7日举行立约礼拜，当天主日是国台语联合崇拜，请弟兄姐妹预备自己在新的一年与主立新约。牧师将在2024年1月7日主日后11点40分，在201安排小组长座谈会，了解小组现况，邀请各小组组长各带一位小组同工参加。若有意愿了解教会小组运作或是提供建议的弟兄姐妹，欢迎报名参加。
教会探宣团将于明年的3月11至金门探访旅游，欢迎弟兄姐妹报名参加，可以向邵文弟兄或是办公室报名，报名到12月24号截止。那12月31会有行前说明会。为教会复兴守望祷告，邀请弟兄姐妹参加实体参加周4的查经祷告会，让我们一同为所关心的事项祷告。然后财务部门提醒，年度结账到12月31号止，请大家注意一下时间。那牧师有要补充的吗？做一下补充哈，做一下补充报告。那感谢上帝，让我们可以预备要过新的一年啊，所以明年的我们的教会的目标是要建立祭坛在家里面哈，所以包括牧养家庭，建立祭坛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事情，所以要请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开始来为我们的家庭来筹备跟筹划家庭的礼拜啊，牧师会为大家来准备，在每个月的第1周的时候，会有一份的这个范本，就是我们可以在家里面举行家庭礼拜，所以家里面如果有家人的话，我们可以跟家人相约1个月可以有1次的家庭的聚会。这个家庭的聚会就是让我们可以一起聚集，然后一起来分享跟代祷的时间。我们期待我们的教会能够开始看重我们的家庭，还有我们能够在家里面可以一起崇拜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你说，如果牧师我只有1个人而已，也没有关系，你也可以透过这个家庭礼拜的这个范例，可以1个人跟上帝有一个美好的礼拜跟交通，或者是你愿意参与到其他的家庭里面，愿意跟他们一起来分享也可以啊。所以这是我们明年我们会在下个礼拜我们就会给大家第1份1月1号开始可以使用的这个叫做家庭礼拜的范本。好，那第2个就是我们就是明年开始我们也会有新的调整跟一个期待哈。各位如果有看我们的教会的会友人数表，我们现在在上1周我们是158位，所以将近已经快要到160位。虽然我们今年的目标是170位，但是已经很逼近这个目标跟这样的一个方向。那求上帝来带领，让我们的人数的增长不是为了要冲业绩，不是，而是要让我们更多的人得听到福音。所以我们期待明年有更好的一个小组的预备，就是为什么明年牧师要带小组长有一个座谈会，不是要教导大家什么，而是要让大家知道说，当有新朋友来到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或者是怎么样邀请新朋友来到我们的教会里。所以如果弟兄姐妹你也想要来认识小组的运作的话，也欢迎你能够来参加这个座谈会。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教会也邀请跟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师资来参与我们的儿童主日学跟成人主日学。所以如果你对教导小朋友有兴趣的明年1月开始，牧师会开始筹备一些儿主的师资课程。那这个师资课程不是要给就是现在正在教的老师，就是你愿意想要被培训成为新老师的这些的弟兄姐妹，欢迎你来跟牧师报名。那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能够来培训新的老师。那还有我们的成人主日学老师也是哈，如果你假设你愿意能够成为主日学老师，成为成人主日学的老师，能够来教导这些的弟兄姐妹，也有些上帝给你特别的恩赐或是能力或智慧技术技巧，你愿意来教的话，也请跟我们的邵文弟兄还有跟我来反映哈，那我们可以做一些的好的安排跟培训的计划。我们希望教会里面我们能够像昨天在制服学院里面讲的一样，不是老师就是学生。我们昨天的这个制服学院里面有一个教木香鼓的老师，他同时是拳击班有氧拳击的学生，所以他是学习者，他同时也是一个教导者。那我们期待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老师就是学生，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好的学生，将来也能够成为被上帝使用的老师，来教导弟兄姐妹们。愿上帝帮助我们。以上，谢谢。
谢牧师。我们一同起立，三一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阿门。请牧师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这一年来的带领，也让我们在新的一年蒙受上帝更大的祝福跟恩典。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迎接基督降生在我们的心中，将这美好的祝福也带到这个世界，使这世界有真光发现照耀。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颂。阿门。阿门。阿门。请坐。殿乐。